就我女儿。你女儿哦？哎，就2个。3个人。还有一个是谁？就没有人。没有人。哎，方便上去看一下吗？是出租，有没有出租人？没有。哎，你们是自己住的，是不是？对，就我们自己租。租的还是买的？我租。租的啊？哎，有。我们上去看一下，好，等我一下，我拿给你哈。我们上去看一下，一起上去看一下。好，你等我一下，我叫我妹妹。我们一起上去。我们陪你上去了。好，你等我一下哈。我陪你上去了，你听得懂？國語聽得懂啊？對，我陪你上去，走。上去看一下就好。Rồi mi, lấy cái vỏ sách của khổ miếng bu nè cho chị cái vỏ sách đen. Ẩm lên lầu á. 我们上去看一下。hả? Không này à? Thì mấy khách nấp vô. 先等一下哈，我们写个零检表。对，这边做多久了？没有cái我có朋友聊天hay gì sẽ dù cho siêu thị cho. 朋友聊天。好。好了。朋友聊天了。哦，他还打电话预约了，我都知道了。来，坐，先坐。这有什么好骗人的？你还要再去骗啊？来，这打开，过来叫他出。要，找有他女儿，证件有了。今天我心这样。好，哎 ，OK。那你不承认没关系的，我叫更罚你。对啊，不承认就。我们在外面都看到了啦，你手机也要有记录了。删掉还是回复得了。警方日前接获民众检举，称东兴街某按摩馆私自营业按摩。原警昨日21时于按摩馆周遭埋伏搜证，发现有女子下楼开门，将2位男客人带上2楼。警方迅速向前表明身份，实施临检，当场查获2位按摩小姐和2位男客人。警方将减负相关事证函请市政府权责机关依据《传染病防治法》裁罚。警方呼吁防疫期间应确实遵守相关规定。特定场所未依规定停业者，也将依法开罚6万至30万元。